喺英國約 GP 隨時要等幾日，半夜唔舒服咧又冇診所，屋企如果冇最基本嘅準備，其實都幾慘㗎。大家好，我係徐藥師，英國註冊藥劑師。以下係我建議屋企常備嘅5樣基本藥物。第一係 Paracetamol， 發燒、頭痛、一般痛症、感冒初期都用得到佢。其實 NHS 第一線都係建議呢個，記得睇清楚成分啊，避免同其他感冒藥重複。第二係 Ibuprofen， 如果係發炎痛、牙痛、肌肉痛，有時比 Paracetamol 更加有效㗎，但記住要飯後食。如果有胃潰瘍啊、胃病、腎功能問題、懷孕或者哮喘人士要注意啦，唔肯定就要問藥劑師。第三係抗過敏藥 Antihistamine， 英國花粉季真係好嚴重嘅，鼻敏感、皮膚敏感、蚊叮蟲咬嘅痕癢都可以用到佢。第四係口服嘅補水鹽 Oral Rehydration Salts， 例如係 Dioralyte。腸胃炎、嘔吐、腹瀉嗰陣時，最緊要係預防脫水。第五就係基本嘅傷口護理用品啦，例如係消毒用品啊、膠布，小意外真係成日用得到佢哋㗎。記住，以上都係應急用嘅，如果症狀持續越嚟越嚴重，就一定要求醫或者問藥劑師啦。本影片淨係做醫療科普資訊，不構成個人醫療建議。如果你喺英國生活，記住收藏呢條片。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英國醫療同用藥嘅資訊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ubscribe。有咩問題歡迎留言，我會盡量解答嘅。我係徐藥師，我哋下次再見。